咱来看消炎止痛药的成分代克菲钠 （Diclofenac），酸痛药物内底常常拢会有这个成分。敢若伫2021年，健保申报就超过1亿。不过，这种药啊，嘛有可能会引起头壳痛、甲过敏的情形。目前收到药害救济案件，都已经有100多件。医师呼吁，药部若是打落了后，人颠倒更较无爽快，就赶紧爱去医生看。手酸痛马上打酸痛药布，酸痛药布用量大，真简单伫药局都买得到。毋过，这药布当中常常含有止痛消炎的药成分代克菲钠，这成分拿做药品，也是用来缓解筋膜酸痛，或者是头壳痛，所可能的目睭症这不良过敏反应。酸痛吃了这个消炎止痛药之后的话，我又贴了贴布，就会造成剂量过重的情形出现。它也不是一个过敏原的基因检测的一个方向，这样子一个相似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在检测可能检测不出来。根据药害救济统计，前几名可疑药品是痛风药啊、抗药性药啊、血路药啊为主，代克菲钠是排第5。医生建议，若用药了后出现目睭症、喘气困难，或者是轻切膜这症状，要赶紧看医生。眼睛啊肿起来，会到水肿啊，有的是会造成皮肤会溃烂、起水泡来，所以因为它这个药量大嘛，所以用量大，所以当然救济的人就比较多嘛。只能说早期有发现，赶快要就医了。医师强调，若第一摆过敏无严重，常常袂去警觉到，若无赶紧换药啊，一摆用药都可能会加重过敏的反应。所以提醒民众，若是过敏体质，上好是先问医生，再个用药啊，较保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